在联系床位，联系好了你去办住院，到省上去。对，走吧。走。进来我们要着重筛查，就是这个小朋友梅毒的感染情况，然后呢，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筛查就是梅毒的19-AC IgM 是不是阳性的，如果是阳性的，那么这个小朋友的治疗时间青霉素疗程是2周，同时我们还要完善脑脊液的检查和四肢的肠骨摄片，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查出来目前的19-AC IgM 是阴性的，那么我们也是要预防治疗青霉素治疗7天，后续还要到我们的垂直传播门诊去随访，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病情的变化，好吧，